象署早起11点半发布今年第6号轻度风台尾牌海上风台警报，风台路线是往北修正，愈挖近台湾。高雄警方抓到高山区一间二手冷气行的头家，私底下在卖毒品，引导的人盗装冷气做工来换毒品。高雄的三元能源锂电池厂14爆炸大火，地方要求工厂搬走，公司是强调讲会继续甲地方沟通，改善安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8公司台语台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今年第6号轻度风台尾拍，伫透早2点形成哦。因为路线淡薄仔往北修正，是愈晚近台湾。中央气象署伫早起11点半嘛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咱来看气象署上新的说明。第6号台风微帕在今天的凌晨2点于菲律宾东方海面形成。预计未来它将会逐渐朝西通过巴士海峡，由于它的暴风圈将接近台湾南方的近海，因此气象署在今天上午11点30分发布了微帕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台风预计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在这段期间，东半部地区要注意可能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强降雨，请东半部的朋友要严加的戒备。我们首先从图上来看台风最新的动态。在今天上午11点，台风的最新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56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强度是轻度台风，近中心风速每秒20公尺，暴风半径100公里。预计未来它还有强度增强、暴风半径扩大的趋势。而台风预计将在今天晚间逐渐的接近巴士海峡。在明天通过台湾的南方进入南海，因此在这段期间将会是台风距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以这个移动的方向跟趋势，气象署目前发布的警戒区域包括了巴士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也请这些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要严加的戒备。而我们同时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台风中心虽然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是它的外围环流其实相当的宽广，尤其它的北侧水汽也非常的丰沛。台湾在台风的北方，整体的环流吹的是偏东风，因此这些水汽会随着台风移动而逐渐接近台湾。外围环流其实已经有一些对流云系正在逐渐接近我们东半部陆地，因此今天从现在中午开始，我们东半部陆地就会开始出现一阵一阵间歇性的降雨。而到了今天入夜之后，整个降雨的情况会更为密集，雨势也会越来越明显。顶届风台哦，台南阁有超过12000间厝受损，目前是阁有上千户还未征收，嘛无大补偿。有民众是将怨叹讲找无师傅通来修理。伫家里的下营嘛传出讲有时代家己爬去厝顶修理厝，无说你落来不幸过往。市政府是表示讲哦，已经有经理愿意协助的因造厂的名单，会提供给公所，民众会当请公所来协助。台南市即阵也叫有千外户的厝受损，真侪灾民等无工，只好家己爬去厝顶征收要砍补棚。伫前嘉里区下营即搭，有一位60岁姓林的查甫人，惊继续落雨，厝的损害，爬去厝顶，因为厝年久啊，房仔吹气煞摔落涂骹，落尾送病院，不幸过往。头一段爬去的时阵哦，就我有小可摔着啊，手都切损。佮爬去的时阵哦。我煞即个第二届摔落来哦，最严重。外销咧吹食头路，佮即摆佮请无用工来用，四个就是找厝边底壁有一寡少年仔使回去斗用。其实伫7股嘛传出有2个工人对厝顶跌落来。头天10外针，但沿海地区遮真侪时段，厝的囝儿拢出去食头路，佮加上请无工来斗大补棚，就算7股顶山里遮庙前墩坐补棚，都是等无人。有灾民厝的外墙是搭有需要人工来搭补棚的单啊。有议员讲，因应厂商有引进合法的外劳，有搭厝的专业，毋过受到法规限制，干来当做公众工程，私人的主体无法度支援。议员建议政府通协调中央，看敢通先暂停放令相关规定。这阮是要讲，搁来请人来看家啦。敢请有？即摆等你回来还没在请啦。他们另外一家也告诉我说，他们真的是有移工。如果政府把这个法律放宽，可以让这个紧急事件让移工去那里帮忙，
他们都会协助帮忙。保证台南有16区内做灾区，厝体受损数超过12000户。面对修复人工甲材料拢欠缺的问题，干部局回应已经有统计愿意协助的营造厂、土木工包业者名单，发落去各区公所，互灾民通由公所媒合处理。另外，伊嘛讲积极扩大跨区资源，已经联络全国营造工会甲外县市厂商协助投入灾后重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南市风台造成中南部地区稻仔的灾损是真严重，有袂少稻仔拢倒长，因为饮水阁不易，农粮署嘛已经启动收购，嘛以1公顷要补助55000块，互农民会当来清园，嘛望讲农民通赶紧搁再开始种植。全部倒去稻仔有诶内底是空的有已经出价，影响整体收成。受即摆台南市风台影响，中南部有真侪稻仔损失严重。除了倒去饮水，后续阁因为无法度马上收成出价，七个品质落差真大。全倒啊，对，全倒啊那有可能会出价啊那样。对。啊，收成率安尼个起来？收成率无好，伊安尼话要看，这第2趟的啦。啊，伊这都辅导落去，伊就等七仔囝嘛歹刮。系啊。为协助彰化婚姻家己甲台南市县市农民降低损失，佮妥善处理受损的切仔，农粮署7月初9启动灾害切仔收购措施，佮第15进一步推动村的全部收购专项，希望能协助农民减少损失。这是中央在7月9号已公布收购灾害股，那计划性跟辅导性的稻谷呢，我们5800公斤的部分以23.5元来收购，那余粮的部分呢是以20.5元来收购，那剩余的部分呢，农业部也增加2成来进行收购。另外，针对无法度收成的产区，是每公顷55000块进行清园补助，协助农民减少损失，赶紧复耕。其中，彰化甲云林县农民申请期限到7月25，嘉义甲台南农民申请期限到7月31为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香港媒体指出讲，总统赖清德按算8月要过境美国，也毋过美国方面恐惊会为着要互传习会会当顺利举办，取消赖总统过境的安排。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当时表示讲，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是双方长期的政策甲惯例，嘛考虑到安全甲尊严。咱即马要连线互公司的国际记者彭祖哲伫华府的采访报道。是最近是有媒体报讲，咱总统赖清德按算伫后个月时阵要来过境美国的纽约坎达拉斯。不过，香港的媒体《南华早报》是伫15号的时阵讲，这个美国是因为要来办这个川习会，等来考虑取消赖总统的过境。针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务院今仔日是表示讲，台湾总统的过境安排甲美方过去的政策拢是相同。Trans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high-level Taiwan officials, including presidents, are again in line with past practice and fully consistent with our longstanding policy, and such transits are undertaken with consideration for the safety, comfort, convenience, and dignity of the passenger. 啊，那伫7月12日的时阵，美国和中国的外交部长伫马来西亚见面了后，这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表示讲，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并无伫见面的时阵讲到台湾总统要来过境这个代志。咱政府到目前为止是还未证实赖总统要来出国这个消息。啊，那咱台湾伫美国的代表处嘛表示讲，即马无消息会当来公布，若是确实有要来安排这个总统的过境美国，嘛会交由总统府来对外说明。以上是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美国国务院的报道。再来看台师大女子卡球队抽回换学分的争议，学生总是甲教育部有7点的共识，包括教育部成立单一申诉的窗口，嘛已经有3个学生提出申诉。伫社群平台哦，阁有3个学生嘛有打问指控，教育部嘛表示讲已经有主动来拒接。有学生是指出讲，2017年因就开始抽回了，嘛望讲才捌受到迫害、感觉无公平的学生哦，拢出来申诉。北检嘛已经主动分案调查，昨嘛去师大提研究的资料，查考会议的检体。台师大表示讲会全力来配合检调的调查。今仔早起，计划主持人陈荣庆教授，各学校的行政人员哦，拢有陪同调查。再来看高雄高山区一个冷气行的头家哦，因为伊家己有食毒，就利用店面来做药头卖毒，佮互瘾倒的人用做工哦倒冷气来换毒品。
警方是表示讲专案会扩大追查。姐姐。大力将门暂开，高雄市刑警大队来到高山区一间透天厝，搭站楼详细敲吹，因为警方接到线报，讲这间冷气行头家是一名姓区的查甫人，平常时除了有咧卖冷气以外，佫有咧做摇头卖毒品。警方敲吹了后，除了姓区的摇头，佫掠到3名药卡，现场也找到4盒安非他命甲大麻，拢总55包。查获邱姓犯嫌，并查扣1级毒品海洛因22包，2级毒品安非他命5包。大麻28包。警方这摆行动，唔但发现市区的嫌犯有卖毒，佫用毒品写一寡来学西亚的人食。这西亚食条例了后，因为无钱，通好佫买毒品，就用做线工的方式来甲嫌犯换毒品。警方表示，初步了解，目前受害西亚有2人，后续也正在扩大追查当中。冷气的工资一天大概会有2000至3000，经我们调查那个大麻现在1公克的市价大约在2000，然后海洛因的部分大概到3500到4000不等之间，所以他们会用工资来换取微薄他们毒品来吸食。警方表示，斗冷气较属于粗工业，受害2名西亚年纪大约40通岁，因为休热期间有未少少年囡仔会去做线工，警方也呼吁找头路的时阵一定要认真细致。记者郭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2019年，新竹县一个山鸟鼠集团伫尖石乡掠到一只台湾乌熊甲野上山羊，佮伫现场捉来者，后来这个细号的主嫌是破病过网络，也毋过林业署是指出讲嫌犯严重破坏国家保育的资源，所以佮再提告，要求继承人得爱赔偿500万。也毋过最近法院是主张讲，保育类的动物伫法律上毋是国家的财产，依法是袂当来请求赔偿。台湾乌熊倒咧涂骹袂顶袂动。2019年，山鸟鼠集团伫尖石用陷阱掠到一只台湾乌熊，后来佮主来者，检方调查了后，以野生动物保育法甲姓何的主嫌起诉。不过当事人后来因为破病死亡，林业署认为这款行为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向主嫌的继承人要求赔偿500万。不过最近互新竹法院驳回。台湾黑熊在台湾具有无可替代的保育价值跟象征意义，所以就这个案子，我们具体求偿500万元。保育类的动物，一般我们是不可以任何的宰杀跟猎捕。那这地方如果有违反的话，《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1条会科刑法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寄予100万以下的罚金。国家并不是保育类台湾黑熊的所有权人，就民事的部分是没有任何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动保团体指出，台湾乌熊唔但是保育类动物，也是全民珍贵的资产，国家应该有权代表提出赔偿，呼吁法律跟社会应该让野生动物更加侪保护。那虽然野生动物是没有人所有的，但是它是全民的共同资产，而且它代表生态系的健康跟文化象征，所以国家更是保育的义务人跟监护者。保育的价值与富裕的成本是可以计算的，所以我们认为订定保育类野生动物价值与富裕成本参考的标准，将来让法院有实据可以依据。这样针对新竹法院的判决，林业署表示尊重，后续会去研究上诉，甲推动修法的可能性。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今年伫小琉球已经发现19区的海龟卵，最近嘛是海龟孵卵的季节，管理处就办净滩的活动，2天计共是变出超过350公斤的粪扫，让海龟有一条安全会当登去海里的路。伊嘛提醒游客唔通再做海龟妈妈生卵。手摕着叶仔，游客甲在地居民一透早就伫海坪面顶骨力清粪扫。这是坪管处举办的爱龟净滩接力赛，伫小琉球的大仔坪参与运动的海坪，2天就变出358公斤的粪扫，除了塑胶管啊，阁有袂少风台过境留落来的生活用品。跟小孩都可以理解到，净滩其实是整个行动的最后一环。我们把已经制造的垃圾带走，但其实是源头怎么样减速，怎么样改变自己的习惯，然后让源头的制造就本身就可以减量，那才是真正的根本。
根据海保署委托台湾陆哥士协会调查记录，今年伫小琉球发现19窟的海龟卵，这两大沙堡是海龟母上花生卵的所在。品管处表示，希望透过这种做伙摒扫的行动，甲可能妨碍海龟仔返去海洋的障碍物清掉，嘛，互海龟妈妈有一个安全的孵卵环境。净滩，我们不只有在沙滩上面净滩，其实我们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是一种净滩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小琉球的海龟它有一条安全的回家的路，我们把这条路把它创造出来，让这边的生态越来越好。因为小琉球准备要进入海龟孵卵的大月，品管处提醒游客暗时较莫去沙埔，避免搅扰海龟探井。佚佗的旅途中，尽量减少制造粪扫，甲清气的海坪留互摒说要爬登去海内的细只海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7月2日大罢免投票，阁剩8日尔。台北市5个选区的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今仔起告，早起头一场是国民党立委王宏维甲罢团的林涵玲、陈碧虹。另外，昨嘛传出讲，战斗内发起人赵小康，伊是红白讲，伫7月2日迄日咯，伊人无伫国内，要去东非旅游。赵小康早起出面宣布讲，伊决定无要出国咯，会留伫国内投票。7月2日罢免投票，剩8天。台北市5个选区的公办电视罢免水平过起稿，头起上由国民党立委王宏维甲罢免团体林涵玲、陈碧虹论战。以王宏威、傅崐萁为首的这些立委，在面对中共统战官员声称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时候，他选择微笑以对，并且在回国之后，以不符合程序正义的方式，强行通过多项争议法案。这些法案实质上瘫痪了中华民国的国政。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大陆观光客不来了。以王宏威所处的中山区是全台湾观光业最密集的一个行政区，各大媒体都有报道。我不了解为什么罢团你们又不做功课了。罢免那边最后催票的阶段，不过战斗拿发起人赵小康，互人逼讲7月2日长工无伫国内，当伫咧东非旅游看动物大盘耍。不过赵小康出面宣布讲，家己无爱出国啊。7月26号，我会留在台湾去投票支持罗智强，不同意罢免罗智强。那也希望蓝营的朋友、反对大恶霸的朋友都见贤思齐。最近选举公报开始发送，有真侪地区煞传出公报有假国民党立委无同意罢免的文宣。民进党立委王岐川就指控，桃园南委罗明德就是其中一个，这个桃市选委会行政无中立。对此，罗明德公报理办公室会监视其为民反击。不管是善意恶意的这种摆拍，然后传出去的照片跟传出去的情境，他的心态是什么？让我觉得很不可取。发放投递到住户的信箱的是纯选举公报，有造谣的部分。罗明德是强调，对这个突锤亚康事件是保留法律追诉权。相关的影片已经交由桃市选委会调查厘清。桃地检署也表示，有接到民众检举个法，已经受理等咧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立法院今仔审查刑法修正草案，将对开案后续刑责修订。若八是按什么家己动虐待加重刑责，相当是当判死刑。另外，伊也是针对立法院延会到8月30日来表达抗议。今仔早起还未开会，民众党的立委甲民进党的立委，就因为海报要安怎摆发生冲突。一股来一股去，敢若为3人先来布条安怎放？立法院10日宴会进前，立法院为喷嘴烂各党下动手。你为什么动手飞了？我哪动手啊？我哪动手啊？民进党透早办心处理开案条款，要加刑罚当中增加272条之一，杀害未满7岁者，加重其刑2分之一，提悬95到70年。虐待致死，应处死刑或者就无期徒刑。另外修正第286条，对未满7岁者虐待致死等行为，刑度比对7岁以上未满18岁囡仔青少年犯罪更较悬。今天第一个会来处理联会案。那第二个就会处理大家所关心的这个儿虐加重刑责的，会提出共同提案的版本。这个议案还没有经过韩国瑜院长召集的朝野协商，这个议案在修法的刑度的部分要一再的明确修法吗？
中央强调，当期严停虐待囡仔，暗过要求定数证据，佮对延回到83批遗憾表达抗议。因陈家贵大法官刑事案总统府秘书长潘平安被判被提名警告立法院拜会民进党团。希望能得到党团的51位所有的党团先进们大家共同的支持呢，能让这个大法官的会议呢顺利。大法官人事党的权限会伫7月25日立法院投票表决。民进党表示，议员爱经过内部讨论投票意向，国民党团开放讨论，爱到25当日才会定案。记者综合报道。互年某苦毒甲死的凯凯一案，检方是认定讲，伊互联名姓陈的社工无照规定去方式误着救凯凯的时间，会依照过失致死等罪来起诉。也毋过，这社工之前2届开庭拢无认罪，昨下晡第3届开庭，有民间团体甲民众就去法院外口抗议。细陈的社工行出法院，随着互凯凯案声援的民众大声干骂，细老的年母姊妹啊，甲一回查某囡仔凯凯苦毒致死，互全民拢真生气。负责监督访视的日复联名的细陈的社工，为无照规定访视，互检方照过失致死等罪嫌起诉。不过细陈的社工前2摆开庭拢无认罪，17下晡第3摆开庭。反正讲就讲些。好像什么都不关他的事了，反正我听了就会一直要发火。我们都非常的气愤，我们觉得说他就是说谎狡辩，当然是要重判。社会民众真愤怒，要求法官定判。二小守护行动团体发言人伫开庭伫边仔听了后，嘛批评讲，细陈的社工甲大无悔意，说责任敢若讲对家己有利的。如果不是他的疏忽的话，凯凯会被凌虐致死吗？他是罪魁祸首当法官问到陈尚杰，就是说，他主责的事项的时候，当他答不出来的时候，他说可不可以请我的辩护律师答？可是法官就坚持说，这个是你主责的工作，你必须自己答。我们都感觉他讲话是律师有教过的。社员凯凯的公民团体一透早，嘛到日复联名的总部抗议表达不满，而且提出4大诉求，包括停止募款公开项目，厘清善款的流向，正视凯凯案失职，向社会和受害家庭正式回失礼，彻底检讨制度，强化危机辨识和介入的机制，停止以二小悲剧做募款和形象的行销，接受第三方的监督，要求随改革和问责，莫搁互悲剧搁一摆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关心轻度风台威拍，气象署伫11点半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风台伫今仔明仔载2天通过巴士海峡，嘛是上挖近台湾的时阵，东部就要注意落大雨，搁华人台东嘛有可能会落大水雨。炎天赤日头，互人目睭闭袂紧。风台外围定降，各地是高温烧热，尤其北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连续高温。风台微弱，现时以24公里的时速向北西移甩。风台持续接近，有计18中昼左右，东南部地区就会开始变天。18下晡到19是风台相对上接近台湾的时阵。预计它的暴风圈将会掠过我们海警的范围边界，那其实离台湾也是蛮近的，而且未来后续还会有稍微往西北移动的趋势。明天可以看到，从宜花东一直延伸到恒春半岛，预计都将有机会出现大雨或豪雨，尤其是花东的山区将有机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强降雨。根据每12点钟雨水量的预测，18过头了，南部甲东半部午后开始落雨，日头落山了，东半部雨势加强，东半部雨区宜兰到台东恒春半岛。19日时啊，雨水嘛变真强。气象专家分析讲，微拍风台群流大，通过巴士海峡的时阵，会卡到海警范围边缘。不过离陆地阁有一距离，未发布入境。要注意年度的大潮，礼拜西半部暨南的地区要注意海水倒灌。尤其是在高屏沿岸这一带，因为它的地势比较平坦一点，所以说如果潮位很高，然后风又比较对着陆地吹的话，就容易引发一些海水倒灌。分析师讲，未拍在雨刷的过程，外围环流嘛带来强阵风，尤其基隆北海岸、甲恒春半岛风势更加强。气象署已经针对13县市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按今日开始都要注意，有平均风6级以上，还是阵风8级以上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伫台南市风台扫过温室的芒色笋长8成，所有人真歹心用真少的介绍甲念面会当时间来骗农民。农业处是呼吁农民唔通还未拍契约，还未时间就先付钱，那汇款嘛爱留证据来保障家己的权益。
一做一做，因为风台站要修理的温室，农民唔但烦恼找无工，修理的钱阁是一条真大笔的费用。有人就利用农民这种心态，骗农民讲用嘛成个介绍就会当修理温室，结果农民定紧入去，对方摕到钱了后，人煞走无去。有人就是利用报价报得比较低，或者是他用一个借口说你先付我定金之后，我马上可以安排帮你维修。那农民当然听到都说很心动啊。你要讲安尼方法，你钱后去借无法拖啊啦。啊，伊即马搁甲法官讲伊无钱啊，看会当讨回5万、10万钱无啦。家己讲温室、望室这种农业设施，计共有1470公顷。这个风台带来8成以上的损害，因为要修理温室防骗农民拢无报案，偌侪人受害也唔知。家己关农业处就呼吁农民，要找厂商除了爱加探听以外，确认签约的对象，唔通因为介绍俗或者是会当提早时间的条件去互人骗去。确认这个厂商是正牌的厂商，而且来跟你洽谈的人并不是诈骗或冒用这个厂商名义。相关的温室作业，请订定契约书。那契约书内容你要做确认。农业处强调，这种诈骗的行为，真侪拢是伪面册，也是赖顶面的信息。为着要减少互人诈骗的机会，契约的条件除了要讲清楚，嘛唔通直接摕现金互人，尽量用汇款。有纠纷的时阵，才有保护家己权益的证据。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巴基斯坦的黄山雨已经造成63人死亡，被300个人受伤。巴基斯坦对6月底到打因为大水雨落袂离，有上千栋的厝损整断，全国嘛已经有159个人因为天灾过往。总算有人来救，旁者不幸这个火啊，赶着简单的行李，救援人员用这台船将因载去第4卡关无饮水的所在，厝已经河水淹去，不过至少人平安。这次旁者不幸因为落大雨，在24点钟久内造成50人死亡，大部分拢是注定和大水跌加崩来。ये छत गिर गई है। छत के नीचे बाप था, बेटा था और उसकी बेटे की वालदा थी। ये तीनों ही जाँ बहक हो चुके हैं。有一位农民讲，大水来的时阵，看到囡仔大声喊救人，有份人徛伫咧树顶下山，叫人赶紧去救。灾民坐船离开时阵，看到规片农产地拢浸伫咧水的。पानी ई फेरी बहुत सारा याद आए। पानी हर छिमाई दे छिमाई पानी आवे न हाल वाली फसल सारी गल वेंदी है। चावल होवन, तेल होवन, कपास होवे। सारा चीज़ां ये गल वञनि।当局讲，第4卡嘅所在水淹起来速度真紧，叫民众赶紧撤离，救援队也待命。本岛电视台记者辛德伫咧现场报道讲，小型水坝爆发放弃了，和大河水规个冲走，伫咧旁遮部地区造成大范围嘅破坏，并且造成有人死亡。军方派直升机来救人。国家灾害管理局统计，自6月25到即马，全国有超过1000栋厝受损。黄山啊河是东南亚国家正重要的农作物灌溉水源，不过城市快速发展，一个排水系统无好，再加上气候变迁造成极端气候。专家警告，巴基斯坦伫咧接落来几年，也是有可能会发生极端天气。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英国政府昨宣布讲，按什么伫后一届大选进前，甲投票的年纪对现在18岁降到16岁，这是目前执政的工党去年选前的承诺。英国嘛正做是全球选举投票年纪上低国家之一咯。少年学生大部分是拢赞成，专家嘛认为讲，少年选民的选票甲一般选民应该是同款的分量。工党执政的英国政府17宣布，计划伫下一摆大选进前，将投票年岁为18岁降到16岁。首相舒克表示，若因降到10岁，就应该有投票权。青年学生大部分乐观其成。I just think it will be really amazing because so many of these policies affect younger people and they have to just sit and watch and don't have much of a voice. But now they'll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Yeah, I'm happy about it, but there is like that small worry about like people who are just gonna like take their parents' opinions and just vote with what their parents say. So say you live in like a house that 民调显示，伫18到24岁选民内底，工党的支持率18%上悬，第二是绿党26%，自由民主党20%，右翼的保守党干那9%，英国解救党8%，这是工党去年选举进前承诺调整选举制度一部分。
顶一届大选投票率只有59.7%，是自2002年以来上低。虽然16、17岁青少年敢若占16岁以上人口2.8%左右，暗做专家认为，若互少年人养成投票的习惯，对正做重新选民。So some people, have questioned are these 16 and 17-year-olds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And what we know from where other countries where this is introduced is that actually 16 and 17-year-olds are making decisions of an equal quality to older voters. 目前英国的苏格兰甲威尔斯已经部分选区允准16到17岁民众投票。若工党政府这项选区改革得到国会通过，英国全国投票年岁就统一。全球大部分国家目前投票年岁条件是18岁，不过奥地利、阿根廷、巴西甲厄瓜多等国允准16岁选民参加全国选区投票。比利时、德国甲马耳他允准16岁青年参加欧洲议会选举投票，不过未允准参加国家立法机构的选举。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第年集团三元能源科技高雄厂14爆炸导火，目前2点钟就爱转水一解哦。因为烦恼安全甲污染，地方是传出讲要求三元搬厝，也不过公司强调讲会继续甲厝边头尾来沟通。市政府嘛要启动稽查哦，讲1礼拜内要来完成全市8座电池厂的检查。火调人员甲其他相关单位再去入去三元能源科技高雄厂，要调查火警事故的原因。另外一边，还有消防人员每2点钟对移动式炮塔上水下水，稳定控制温度。不过就是发生的火警，又有发生爆炸，真正惊人。火伫15才控制，以后周边的邻里甲民代真不满，要求三元爱前抢。每天都有我的里民来打电话来告诉我说，里长你应该要有动作，你不能这样继续沉默下去，你要带我们去表达我们的心声啊。这次发生了以后，我们觉得说他们所说的每一个东西都是谎言，所以我们非常生气，我们也不希望说你当初所讲的跟现在的，那你安全在哪里，我们都完全不知道。经济发展不能建立在危害公安、生命的威胁，还有环保的品质。尤其抢区挖近人口正密的所在，等烦恼哪个发生意外，无排除为抢表达诉求。持续积极和地方上各界沟通，尤其是我们最邻近的左邻右舍社区，希望邻居们能给这个团队一个持续优化，把厂区做得更好、更安全的机会。去干嘛做啊？哪赚钱啊？卖从头变成头啊！三元回应会个积极家庭沟通，释出上大善意。高雄市政府嘛启动其他厂区稽查工作。目前全高雄8间电池厂，16开始1礼拜内爱清查完，嘛要宣导业者对祭田区甲发生区这设备做好自主的管理。记者采访报道。台湾的畜牧产业饲动物的环境常常受到批评，尤其是两家。农业部表示讲，会透过新技术来改善两家的生活环境，嘛鼓励消费者都爱重视动物福利的农产品哦，愿意加开一寡钱来买，做回来鼓励两家产业的转型。用舞台剧呼吁民众会使重视经济动物的福利。台湾伫2022年通过食农教育法，不过大部分的重点拢放伫农作物，无要依照经济动物的资源分配。民间团体指出，经济动物常常受到无人道的对待，亲像台湾都有3700万只的两家生活伫家仔人内底，真搁亏生活环境，唔乃伤害家母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嘛有可能影响民众的食食安全。为了我的营养，有一群生命，他们其实用了他们。受到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对待，每一只母鸡在格子笼里面，它们都成了歇斯底里、崩溃的灵魂哦。农业部指出，目前国际愈来愈重视经济动物的福利。欧盟伫2027年特别全面废止人饲鸡，台湾的脚步行了有较慢。为了要量早改善人饲鸡的状况，目前除了用教育推广民众和业者动物福利的观念，嘛研发多珍惜病饲的方式，让两家袂输生活伫公寓有更较大的生活空间。台湾这个地狭人稠，那牧场你要盖起来非常不容易，所以现在有推一种叫做多层式的这个平饲，用科学的角度来帮助这个饲养可以转型。有健康的鸡才有健康的卵，农业部呼吁，虽然不是人饲鸡的鸡卵有较贵，也不过民众的选择可能就会推动规个产业的转型，保障经济动物的福利。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
宜兰的五家高总为沿海有袂少爬远的气温，因为地势较低伊还是袂当填土。县政府即马拍算讲要同意地主会当来填土，开互当做是一般的农业用地。也毋过恐惊会淹水、甲废土等疑虑，所以县政府按说明年会先来办理可行性的评估。气温无水，大气又搁爬远去，宜兰勇士渔业水体出现真侪爬远的气温，尤其总为五家顶沿海，因为地势低，按照宜兰县农业用地契土改良办法，袂当吞土，真侪气温爬远超过30年，造成地方困扰，造成环境污染，内底创真侪蛇，个蠓虫啊真大堆，影响到村民的一些生活品质。用五家乡金钟村做地，是乡内废弃气温上济庄头。除了草黑白发变甲真垃圾，佫会有蠓仔、虫、蛇来生拖，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公部门来协助了后，甲一寡爬远的气温转向做莲花池，才暂时改善问题。风味在那边的时候，造成一些包括咱的排水系统啊、阻塞啊，咱落大雨淹水，咱土地嘛无法度充分来利用。有民代认为讲，即寡爬远的气温，除了无法度搁再利用，多数是产地因为无种作，地主也无度申请后景的补助，造成地主权益受损。县府应该开放地势低的所在来囤土，解决问题。会做一个详尽的一个规划评估案之后那我们再订定相关的一个刻度改良的一个因地制宜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规定不过开放地势低气温囤土，敢会造成淹水？市边的排水系统敢会当配合？也有安怎避免废土入侵？这拢是问题。县府表示已经备预算，按照每年启动评估。做土水的分析，和爬远气温定义更较明确，囤土相关的规定法制化，伫兼顾环境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开放囤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无人机长时行，今仔日南投县中兴国中就有民间团体是昨专工去南投办一场青少年无人机的体验活动，学生是拢感觉真趣味，咱嘛做伙来看卖。那往后的话，飞机姿态就是往后。学生以有关甲荧幕来模拟无人机的飞行，就亲像真诶共款，为咗学生拢是第一届体验。感觉足好耍的对我以后的找条路会有帮助。操作起来就不简单，就很常就是刚才一直把那个电脑里面那个空拍机弄坏。无人机会当运用伫科技、农业、救灾甲各项等方面，应用范围真宽。主办单位表示，南投算是较偏向，希望有愈侪科技教育资源导致到南投。我们不想让城乡的差距这么大，所以希望说我们可以多一点资源、多一点教育灌注在我们的就是南投这个地方。那也希望对他们以后呢，在无人机的发展的部分，对他的未来能够有一些启发。教练安排学生耍无人机卡球，增加课程的趣味性。中兴高中校长郑俊南讲，除了无人机操作的体验，未来嘛提供学生多侪无共体验，互囡仔未来伫选择高中职五专有愈侪想法。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再来看，伫宜兰有一间连锁的大卖场，提供会当开讲结销的柜台。办公时段来到卖场，有人通陪因讲话。店员嘛拢专工经会晓讲台语的，也正是表示讲试办的效果若是袂歹，其他的卖场卖来引进。今仔来买物件，感觉啦有欢喜无？开钱无欢喜。真诶晓，开钱无欢喜，安尼较食来啊。开钱无欢喜，你看较重。那含阿伯开讲，那讲耍笑，这是宜兰连锁大卖场新设的开讲结销柜台。这阮家己做的，面包客家己做，小点心，试试看。开玩笑，佮大心摕牛奶面包互阿伯阿姆，是大是拢笑嗨嗨，一直学到足大心。较济所在有较好，很好啊，因为我们喜欢这样聊天啊。真好，第一届，真好。如果针对早上来的阿公阿嬷们，就是可能如果血糖比较低，我们会问他有没有吃早餐，然后就可能提供一些面包啊、糖果啊，然后牛奶跟豆奶或是水。卖场讲当初会想要说开讲结销柜台，是因为看到荷兰有超市流行这款的服务，后来才甲引入来宜兰试办，希望互结销变做甲老大人温暖的对话，豆豆结销唔免惊后壁有人催，打造一个友善的卖场环境。店员讲也有较闹火，也有拍一下招呼，我就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
这个方案啦。即马宜兰店是阮这个系统内底，阮第一间店安尼做。若讲伊的示范效果袂歹当然我其他的店买当来这个采取同款的这个模式。卖场讲，伫咧开讲柜台服务的员工拢是特别敬贵，毋但需要有社会经验，上好阁会晓讲台语，爱甲老大人开讲为先。卖场阁提供60个月以上的时段免费的配送服务，毋免挂甲大包细包，或是大真肯定。记者陈选曾俊佑宜兰报道。迄老有真侪人出国，桃园机场公司预估7、8月份的总运量是会比去年成长9.5%，会有853万人次。机场捷运最近运量嘛增加真侪，所以对2开始会先增加透早甲半暝2班加班列车。休大出国大柜，桃园机场公司预估7月、8月总运量会有853万人次，比去年成长9.5%。机场捷运这几年运量也大大增加，坐机坐到机场旅客占总运量的3成。过2023年，平均日运量是25690人次，到今年6月已经成长到每日36649人次。我从美国飞过来嘛，然后我早上4点钟到机场，我还需要等到6点钟才可以搭捷运到台北市区。为提悬服务量能，桃捷公司决定 A 1支老街客站发车班次自1开始早暗各加1班，未来上早透早5点33分导车营至到台北，上暗碟透早0点23分导车营到机场。早班加班车自清晨5点33分从 A22老街西站发车，比原首班车6点13分提早半小时发车。另外，深夜机场加班车延后到深夜11点50分发车。方便啦，因为如果有早班的班机或者晚班的班机，就是都可以乘搭。针对机制增加2班加班列车，透早中昼往台北方向的早班加班车，甲半暝往桃园机场的加班车，旅客大部分拢正学旅。机场捷运为疫情了后，旅运量也一直稳定回升，为目前已经成长每日超过12万6000人次来坐。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外送员工会直直反映抗议，因不满 Uber Eats 按算讲7月底要个调降外送员的费用，因是呼吁讲政府着爱业者甲工会来协商。交通部的官员是强调讲，会赶紧找业者甲工会做伙开会。反对片面降薪，立即重启谈判。抗议会互外送平台降薪，要求是重新谈判。全国各地的外送员工会，伫全国总工会等3大工会的成员，甲立委做伙举行记者会，指控外送平台 Uber Eats 一定7月底前，搁再调降外送员的薪水，互外送员亲像搁要互剥一眼皮，要求政府爱出面督促业者赶紧甲工会协商。主管机关，不管是交通部或是劳动部。你们要硬起来，来帮助这些外送者。我也告诉 Uber Eats， 如果你不愿意，这些团体绝对会到你总部抗议。下礼拜之后，如果马上就是调降了，所以不能找他们来谈谈，不行，没有时间。这有什么好演绎的？工会团体呼吁平台唔通轻视外送员的劳动尊严，也化组织的交通部爱赶紧伫7月底前找业者来开会。立委嘛要求参加会议的官员爱互工会承诺，会尽快把那个运价的部分把它定出来。那定出来会送到劳动部，他还要去核算那个报酬嘛。所以我们2个部会会尽快来找这个业者再商谈一下。行政院当然目前已经有责成这个交通部，它是自己机关，来会同我们劳动部跟经济部等等有关部会，大家来共同用跨部会的一个机制来研定一个有规范性的一个行政指引。对这代志，交通部表示会赶紧召开协调会议，劳动部表达会透过跨部会的讨论，希望赶紧建立相关的行政指引，保障外送员的劳权。记者采访报道。行政院今年通过大南方新市股推动方案，规划伫台南、嘉义、高雄、有屏东来打造科技产业园区，所以成真侪少年人登去故乡发展。另一银行的调查嘛显示讲，南部毋但工课课增加袂少，幸福感的指数嘛比北部更较悬。
即马是歇热期间，嘛有侪侪学生拄毕业，所以嘛开始有真侪人咧找头路。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指出目前伫台北做工课的人有56%愿意转去南部食头路，其中有30%表示非常愿意。其中上侪人转去南部会选择工课是观光旅游、餐饮业，佮有半导体。原因是因为南部的物价较俗，厝价也较省。我们都会很直觉认为说，不管学校、资源，还有我们的工作机会，都是北部比较多。其实，如果真正来审视一下，你看我们南部的大学，他们去发展各种他们的特色，而且我们的产业也不比北部少。人力银行指出，就行政院伫咧今年初推动大南方新设股的方案，南部加做台湾半导体、光电、日能的重要基地，工课增加嘛进一步刺激少年人愿意转去南部发展。人力银行表示，南部地区目前拢总开出来30万的工作机会，年成长12%。南部呢，除了就是会把青年学子吸引回来以外，其实观光餐饮产业的一个配合也非常重要。所以，尤其在南部，我们高雄地区常常能够吸引到很多外地来的人来这边观光，来这边消费。大南方新矽谷的计划，那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高科技的那个龙头啊，不管是台积电哈，或者是它周边的这个所谓的供应链，这整个都已经由北部的新竹一直往南部来，特别是在高雄。另外，这份调查也显示，伫南部做工课幸福指数达到61分，比北部的54分更较高。人力银行和学者嘛建议，政府会当设愈侪产学合作训练平台，培育在地人才。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英国甲澳洲的研究人员利用一项新的技术，甲粒线体有基因欠缺的受精卵甲健康的受精卵来定组，降低罕见疾病遗传的风险嘛成功互8个健康的红婴仔出世。相片顶悬的查某红婴仔莉莉，伫早产出世几礼拜就开始出现镜头。伊的体型真瘦，下无大无治治无电，两摆心脏雄雄停气，落尾敢若活6个月。医师的诊断显示讲，伊着真罕见的粒线体的病。粒线体是细胞的小型能量工厂，因的 DNA 若是有缺陷，就有可能损害大脑、心脏和筋肉等各种器官，造成真大的痛苦，而且无法度治好。大约每5000个囡仔内面，都会有一个得到这种病。粒线体的基因是对妈妈的卵子来的。英国和澳洲的科学家合作，利用一种原核移植的技术，成功替8个高风险的女性生出真健康的红婴仔。or technique called pronuclear transfer, which effectively replaces the bad mitochondria with good mitochondria. 做法是把粒线体基因缺陷妈妈的受精卵，把细胞核提出来，放入去一个粒线体正常，已经把细胞核提掉的人管的受精卵内面，定做变做一个健康的受精卵，再搁放入子宫内面生产。英国2015年修法，在严格的条件之下，允准这种疗法，经过10年，总算是看到成效。发表在上新一期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研究报告，指出讲8个高风险妇女在接受原核移植了后，拢总有7个人生囝，包括一对双胞的在内，拢总生8个健康的红婴仔，还有1个人搁伫有新的状态。目前上大的红婴仔已经2岁，内面5个红婴仔的粒线体突变是假到测不出来，另外3个变异率嘛真低。团队会持续追踪至少5年。这种疗法因为涉及第3人的基因，红叫做是3000红婴仔，会引发伦理争议。但是专家否认，讲囡仔的特点主要对双亲兄来。The mitochondrial DNA encodes genes which are relevant for making energy production. They're not in giving any particular trait. In the UK, it was made very clearly, and not 3-parent babies. 粒线体的缺陷是造成真侪家庭的痛苦，或者侪囡仔真早就过往。原核移植技术替因开一个窗仔门，嘛，互定做一个健康的红婴仔，毋是梦想。目前全世界敢若英国和澳洲通过这项立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澳洲的野生动物受伤的案例是愈来愈多当地动物病院实量要无法度应付咯。有专家是表示讲，野生动物受伤的数量会增加，甲都市化的发展，佮有气候变迁拢有正大的关系。布袋鸟跳起的木桩，边的树仔也个无尾钳咧食物件。澳洲波斯的西澳野生动物病院内底，这几年收治不少野生动物。根据统计，过去15年，野生动物受伤数量增加17%。这需要治疗动物数量多样性增加，互动物病院已经特别无法度负担。无奈每日开放收治的时间减少到90分钟。
And we're starting to really figure out, well, what is our capacity? At what point do we have to close our doors and go, we just cannot handle any more animals coming through this hospital? 救治野生动物的时阵，便要进行调查，发现动物受包含新型疾病、外来动物攻击、天灾野火，或者是都市化发展等气候环境变迁影响较大，也是致使动物受伤、破病数量增加真侪因素。We can't keep burning out the same dedicated people who are looking after these animals. So that's why, government support, community awareness, education is so important. 野生动物病院认为，爱透过旅游观光教育民众，野生动物面临气候甲外在环境变化威胁一直咧增加。不过，都市生态学家贝特曼认为，无奈大众爱负责任，政府也爱应对气候变迁采取行动，佮扩大野生动物救治规模，提供相关资金，扩大影响力，将减少野生动物受环境的伤害。公司新闻陈时中朋友。报报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同一时间，咱再会。